加入媒体库诶。嗯。加入媒体库是这样操作的。加入媒体库诶。看遐久唔好啦，你不要上遐久唔好，对眼睛无好啦，对身体。你会选遐济还袂要收红。谢谢。好念收啊，你念收啊，唔麻烦啊。有汉语哦。学术视频，他进入他的频道了。那中国没有订阅哦。